許樂天第一天到黎氏集團報到，緊張到手心冒汗。雖然佢嘅履歷唔差，係知名設計學院畢業，實習表現仲獲得好評，但係黎氏係城中首屈一指嘅奢華品牌公司，競爭激烈。最驚嘅係，佢即將要面對嘅直屬上司，就係傳說中嘅黎卓然。傳聞中唔單止身家豐厚，外貌同能力都出眾，係無數人心中嘅三高男神，同時亦以冷酷見稱，無人敢輕易接近。搭電梯嗰陣，許樂天偶然同同事碰面，對方望一望佢個名牌，拍一拍佢膊頭，講咗句：你就係黎總申請個位助理，小心保重啊！電梯叮一聲開門，許樂天嘅笑容即刻 hold 住咗，門外企咗個氣場十足嘅男人，身穿黑色西裝，五官立體，眼神銳利，就係黎卓然本人。佢冷冷咁望咗一眼，眼光停留喺許樂天身上。新黎，係，我叫許樂天，今日第一日返工。許樂天即刻鞠躬，話口未完，腳一線成個向前撲，就嚟跌嗰陣，有一對強而有力嘅手臂扶住佢。你嚟做 design， 唔係嚟跳芭蕾舞。黎卓然面無表情，語氣平淡，但意外地無咁酷。許樂天覺得非常尷尬，立刻講咗句唔好意思。黎卓然冇講其他嘢，轉身就講咗句10點前交你第一份 report 俾我。第一日就出醜，樂天真係想搵窿捐。食 lunch 嘅時候，大家議論紛紛。你居然可以同黎總講到佢平時3句連招呼嘢，都唔會打㗎。上個月同佢打招呼眼尾都唔望下。樂天一邊食飯一邊話：我覺得佢唔係咁酷啦，可能係我太緊張啫。樂天低頭諗咗一陣，唔知點解，一諗起黎總對眼，心跳就不停加快。到咗下晝，樂天將初稿交俾黎總，黎總睇一睇之後講咗句唔錯。樂天好開心話：真係嘅？不過有2版用字唔夠清楚，再寫過俾我。OK， 冇問題，我即刻去改。卓然睇住專心改稿嘅樂天問：你幾多歲啊27歲。有冇男朋友啊？樂天手震咗一下，差啲打錯字。冇啊。咁你唔怕做嘢太晏冇人等你返屋企咩？樂天抬起頭望住黎總，嗰一刻心跳再次加速。到咗夜晚，黎卓然返到屋企，打開門之後隨手熄咗燈，整間豪宅非常寧靜，只有黎卓然嘅呼吸聲。佢望住樂天 send 過嚟嘅修訂稿，對住電腦笑住講咗句：真係得意，依個新助理好似同其他人唔同咁嘅。